来讲，垃圾分类早就是全国的共识，也毋过中华清洁队也是一直在宣导，甚至有居民互要求爱分类的时阵是气噗噗，甲客查员恐吓，讲要共拍。里面的回收品太多哈，麻烦回收。穿乌衫的男子被清洁队要求爱垃圾分类，伊无欢喜，一收起就甲餐盒仔用弹的牵向回收区。哦，你甲分解了哈。也咧气噗噗，问客查员叫啥物名，甚至也搁用恐吓的口气。有民众认为这个男子反应上大，这样子不太好，你就随手嘛，要不然在家里可以分成4袋啊。那一个无分类来看现场，其他人手内这粪扫袋啊，嘛是摕到粪扫车边，互人叫去分类。不要拆袋哦，好，麻烦一下。可见无分类粪扫真多，清洁队只好一直宣导，嘛甲民众讲会开发。前景伫中华有一个妇人人，伊摕一箱的衫回收，嘛无分类，被劝导，竟然也搁甲清洁队员挽起来，佮讲要申诉。谁知道你们爱回收什么不回收？为着要加强地方垃圾分类的概念，中华市清洁队伫5个定点无定期的稽查，就是要民众知影讲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会使罚清理科到6000块。